Hello，大家好，我係 HP，又嚟到呢個 G 世代永恆強敵來襲 Level 20嘅策略解說啦。今日我哋要打嘅係呢個武者還陀武，咁我哋事不宜遲嚟睇一睇今日嘅配置。一隊方面我就採用咗呢個 SSP 化巴耶力啦，以及就係一個300萬嘅羅王式。咁當然大家將自己最強力嘅機體全部擺晒落去就得㗎啦。盾機就冇乜特別要注意嘅地方。如果你擺上一啲攻擊型機體幫助輸出嘅話，記得係用一啲射程比較遠嘅機體啦，以及就係坐翻上一個支援嘅駕駛員，咁啊令到喺輸出上邊咧嘅次數更加之增加，咁亦都可以方便去減呢個武者嘅防禦嘅。第二隊都係冇乜特別，你好似平時咁擺翻上自己最勁嘅機體就得㗎啦。咁啊當然都係射程越高越好啦。跟住第三個位置咧，我就放咗呢個海莉落去嘅，因為佢嘅技能有呢個鎖定同埋搖擺閃避啊，就可以方便我哋咧係用呢一啲減少機動力嘅一個 debuff 落去，咁啊令到我哋其他嘅開發機體都可以更加容易打中個 boss。咁我哋事不宜遲，咁啊嚟進入呢個關卡。今日呢個關卡咧，武者還陀武就企喺正中間嘅，咁佢就唔識喐，咁啊並且有呢個亞弱行動增加9次㗎，而佢亦都有個能力就係你打佢一次咧，佢就會減少5% 嘅防禦，咁所以我哋最好都係將佢留喺最尾1-2個回合先至去作出總輸出，盡量將佢呢一個嘅防禦力減少嘅 debuff 咧刷到最高啊，打佢10次之後先好發動總攻擊。跟住佢呢啲周圍嘅兵仔咧都有一個能力嘅。就係進行支援攻擊嘅時候，自身嘅攻擊力咧係會增加40%，所以我哋最好喺敵方回合嗰陣時咧，唔好俾同一部機受到2部敵機嘅攻擊啊！咁做到呢樣嘢咧，咁啊有2個選擇嘅，一就係你戰力十分之足夠啦，咁啊可以直接硬爆晒所有機體啦，或者咧就係你嘅盾機足夠之強大。第二點咧，就係你可以選擇清空咗一啲比較弱小嘅機體先，比如話呢2部，佢哋嘅血量同埋防禦力都比較少嘅。跟住咧，如果你有能力嘅話，亦都可以爆埋上下嗰2部機啦。跟住就退翻喺我而家畫面上面 highlight 嘅呢一個位置。喺擺咗喺呢啲位置之後啦，佢其他嘅機體，即係話中間呢6部機咧，都唔會夠步數去打到我哋嘅。咁我哋就可以比較安全咁拉長嚟打。可能打2-3個回合，將佢所有嘅兵仔清晒之後，最尾先至去集火呢個大 boss 嘅。咁跟住就係呢個實戰嘅環節。第一回合，正如我哋頭先所講，首先係清空右手邊呢4部嘅機體先。如果大家有啲3動嘅攻擊人員啦，都可以攞落嚟用，因為係可以方便你走位行翻去一個安全嘅位置。其後就係如果你有啲支援嘅機體啦，或者係盾機嘅話咧，咁啊最好可以故意俾敵方係打1-2下，咁啊上翻下自己嘅血量，因為武者還陀武係會追住最高血量嗰個嚟打嘅。喺保持住自己主要攻擊機最高血量嘅情況下咧，你嘅其他機體就可以安心咁行入佢嘅攻擊範圍入邊，進行一啲援助嘅反擊嘅。跟住左手邊紅陽地啦，都係清空翻呢4部嘅機。你會見到我係用咗呢啲炮灰加埋呢一個射程增加，去幫助我哋嘅支援攻擊機作出第2次嘅輸出嘅。由於我配置比較少嘅關係啦，咁我淨係打爆咗3部機，咁最尾嗰部咧過嚟打1下都冇乜問題嘅，因為佢係冇進行呢一個嘅援助反擊啊。我哋亦都可以留翻啲殘餘嘅機體幫助我哋之後嘅回合去 step。嚟到第2回合，右手邊就比較簡單嘅，咁我哋只要打爆呢3部機啦，就可以清空晒佢。跟住其他嘅機體咧，咁啊貼翻住呢個武者還陀武嘅攻擊範圍咧，咁啊盡量貼近，但係唔好入去先，等埋左手邊打完。
OK，嚟到左手邊，咁我哋最好咧都係要睇翻上邊兩部機嘅呢個攻擊範圍啦。如果你情況允許嘅話咧，就可以用一啲盾機啊同埋攻擊機去頂翻住佢哋啦。如果唔得嘅話，就會好似我而家咁樣去走位。呢個位置我亦都採用咗一個射程增加去減一減呢一個武者橫陀武嘅防禦嘅。嚟到第三個回合，如果大家有啲搖擺閃避嘅呢個支援機體呢，就可以擺翻入佢呢個武者橫陀武嘅攻擊範圍以內啊。咁當然要注意啦，就係你開咗搖擺閃避嗰部機呢，必須係範圍以內最高血嘅。我哋呢個位置就可以進行一輪嘅減防嘅動作啊，攻擊佢幾次咁啊，達到佢最尾嗰個10次嘅目標。嚟到第四個回合，因為我哋其他攻擊機咧依然係可以攻擊到呢個武者橫陀武啊，咁呢一個位亦都可以進行第2次嘅減防。咁就有幾多次打幾多次。打唔完，我哋可以首先企一企出去，等到第5回合最尾個回合先至進行呢一個輸出，亦都會順手去清空埋剩低呢一隻嘅兵仔。由於我座天使 debuff 技咧係需要有 step 先至可以發動啦，所以最尾亦都係留咗去殘血嘅。最尾呢個回合，我哋首先將部攻擊機就擺去正中間啦，咁啊將佢嘅血係補滿佢，開晒所有嘅技能啦。其他小血過呢一個主要攻擊機嘅機體，亦都可以行翻入去中間嘅範圍以內，咁啊去幫助喺敵方回合去進行呢個輸出嘅。跟住最尾就可以好放心咁樣。等呢個武者橫陀武不斷咁樣去發動額外嘅行動，最尾就係可以成功咁樣去擊破呢一個關卡㗎喇。今日嘅影片咧就告一段落啦。如果大家中意呢一類型嘅影片嘅話，記得俾個 like 我同埋留言話我聽。如果想知道更加多關於 G 世代榮幸嘅資訊嘅話，歡迎 follow 我嘅 channel。咁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